終於到啦 ！Are you ready for my trip？ 到步即刻去咗 Elon Deli 一間 cafe， 環境好啱打卡，分別叫咗兩款signature披薩同埋 pancake， 超級大份，飲品就正常。呢個流心蛋真係超正。牛津街、攝政街都行咗，食飽飽周圍行行影下相啦。Mercado Mayfair 都去咗，呢度係教堂式設計嘅一個 food court， 都好特別，好多人嚟打卡㗎。我哋就冇停留喺呢度食嘢啦，企喺街就算點影都好好睇。經過 Carnaby Street 係購物同美食嘅地方，呢間 Donatella 嘅甜品都好精緻，不過就太甜同埋都幾貴㗎。唐人街都去咗，考文特花園去咗，又叫做高雲花園市集，好 colourful 同埋有文藝氣息，仲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喺呢個花園度。Burger and Fries 都食咗，手信都揀咗。國家美術館參觀完，係免費入場㗎，只需要登記。每個地點都係超級好影，大家要留意返營業時間啊！之後我哋就出發去巴黎啦。今次巴黎就住呢間酒店，安頓好就食宵夜啦。Morning 大家 Day 2。巴黎地鐵真係超級複雜，同埋附錄道真係好 L 動，好出名嘅巴士底市集都去咗，係最受歡迎嘅露天市集之一。逢週四同埋週日就會營業。生蠔、可麗餅呢啲都係出名。卡納亞雷博物館去咗，都係免費入場，超靚超多嘢睇啊！私心推薦大家嚟呢一個博物館，係可以瘋狂打卡㗎。盧森堡公園去咗，可惜落雨景色唔靚，而且能見度好低。不過我都係堅持要影相留念。你可能會問呢個女人究竟有幾鍾意影相？飲杯嘢食件 cake 避下雨先。之後去咗呢間餐廳食法國大餐，大約500蚊3個 courses， 整體味道都唔錯。呢間餐廳嘅鴨肉同埋法國蝸牛都係好出名。法國職員係好慢活嘅。又到宵夜時間，半夜打風咁。Day 3出發去小鎮啦。盧昂係一個好少人介紹嘅地方，去完覺得好靚好有 feel。早餐時間開始，一時晴天一時落雨，真係仲難捉摸個女人啊！溫馨提示係巴黎洗手間真係好難揾，行到見到呢個位置超靚，好似仙境咁。苦中作樂中嘅自己，呢個小鎮有超級多教堂打卡參觀，但大家要留意返營業時間。盧昂主教堂、聖旺教堂、聖馬克洛教堂同聖女貞德教堂都去咗。所有詳情大家可以留意返我 IG 嘅 highlight。之後去咗呢間餐廳食嘢，牛肉千層麵同埋番茄肉醬意粉都唔錯。最後 dessert 去收尾。盧昂舊市場廣場係冇嘢行嘅，呢個大時鐘不規律咁樣響。舊盧昂地庫都去咗，唔知大家又對呢個小鎮有冇興趣呢？又到晚餐同埋宵夜時間。Day 4 morning， 終於有好天氣啦。到樂麗花園去咗，冬天係完全冇花期，行到邊就影到邊啦。馬不停蹄咁樣出發去其他熱門嘅景點，經過卡魯塞爾凱旋門，必到羅浮宮金字塔。玻璃窗其實可以偷偷地望到入面少少㗎。穿過協和廣場，穿過巴黎皇家宮殿，參觀埋小皇宮，好有宮殿嘅氣息。之後就去咗呢間好推薦嘅餐廳，超大份量，係熱門嘅遊客店。呢個海鮮拼盤係超出名嘅signature，好推薦。不過勁貴，50蚊一支水，仲叫咗2支添。終於到日落時間，去咗巴黎凱旋門，行咗香榭麗舍大街，去咗老佛爺大型百貨公司。頂樓天梯係一個好出名嘅打卡位。之後就返去食宵夜。Day 5 OOTD，
聖心堂去咗，巴黎鐵塔都買咗，無窮無盡嘅樓梯行完，俾錢就可以搭車㗎啦。呢度係唯一要排隊參觀嘅地方，參觀完就走人啦。大家要小心好多銷售檔。巴黎嘅甜品都係偏好甜。傾斜房屋見識咗，仲有愛牆打卡位，係全世界表達愛嘅語言都有。粉紅色小屋都係熱門打卡位。之後去咗食越南菜，呢間越南餐廳食物唔錯，只係服務會唔太耐煩。之後就到巴黎嘅重頭戲，就係巴黎鐵塔啦。可惜天氣不似預期。花店打卡位，日落前度係最佳嘅影相時機，可以影到亮燈前後嘅效果。夜晚嘅景色都係特別靚。巴黎塞納河可以遊船河，又係晚餐時間。Day 6 5點鐘起身，返去倫敦啦。喺 Regency Cafe 食個早餐先，超級推薦呢間英式早餐，超滿咗，超級多遊客。之後去咗白金漢宮，可惜唔啱時間睇換光，跟住可以一次過去晒附近嘅出名倫敦景點。最識力場當然係大笨鐘同 London Eye 呢一啲啦。咁啱經過仲見到呢一個經典打卡位，大英博物館去咗，超多人，地方超大，完全係兩個唔同風格，可以行足一日。提前預約 Sky Garden， 免費但係需要提早預約。天氣唔好，所以都睇唔到日落。跟住夜晚就去埋 London Bridge 同 Tower of London， 再食埋 Fat Iron， 幾好食，但份量唔多，未飽。仲送雪糕添。今次倫敦就住呢一間酒店。Day 7 布通。上午去咗小鎮 Ride 美人魚街 cafe， 同成條美人魚街影相都好靚。呢間 The Couple Tea Room cafe 打卡影相環境超靚，仲食咗傳統英式鬆餅。Church of St Mary 聖瑪利教堂同伊普爾塔，仲有 White Castle Museum， 全部都去晒，叫做到此一遊。呢間熱朱古力好出名，好濃好好飲。下晝就去咗 Hastings Beach， 食咗呢一間意大利餐廳，份量好大，好食，而且服務又好好。落大雨只好去商場等。Old Town行咗，黑色小屋都去咗，紅色復古小火車放棄咗。大家可以上大草原睇海景。West Hill 大草原都放棄咗，好天氣係真係超靚㗎。George Street、High Street 同埋 Cotswold Street 都叫行過下啦，好冷清，冇乜嘢行。又到宵夜時間 ，Day 8 Last Day to Say Goodbye 啦。一大早去咗車路士球會，行咗 Souvenir Shop， 不過冇買嘢。走之前去咗 Borough Market 食早餐 ，Risotto 食咗。介紹返兩間超出名嘅美食先，就係 Lee Brothers 同埋 Bread Ahead， 係超級推薦，超級好食。私心叫大家 bookmark 住呢間甜品。最後去咗 Greenwich Vantage 嘅 Market， 同埋真正嘅 Greenwich Market。國家海事博物館都去咗。經過 Greenwich Park， 就去到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個個都嚟呢個分隔線打卡。係時候要走啦，最後就用一堆飛機餐做 ending 啦。今次嘅旅程真係好充實，其實去咗好多地方。人生第一次轉機，中東機場真係好豪華，行到差啲錯過咗班機咯。上到飛機又開始食，一日食4至6餐飛機餐。最後多謝大家收睇，希望你哋鍾意呢類型嘅旅行 summary。最後 like、share 同 subscribe。